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巧慧。我自己其实是2个孩子的妈妈，而且我自己是闽南人，讲台湾话。但是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阿美族，是绑架。所以在我的小家庭里，2种母语的维护、保存，都是我和先生非常非常重视的课题。我希望我家己的囡仔会晓讲台语，会晓唱望春风，会晓跟阿公阿嬷斗西瓜。但是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和法裔能够好好的在阿美族在丰年祭的时候，能够用他们的语言互相交谈。尤其是我个人自己这一段时间参加选举，在我的选区树林、莺歌、新庄这边，必须和大量的阿公阿嬷这样做互动。我真欢喜，我家己的爸爸妈妈自细汉就要求我爱讲台语，所以我即马才会当甲大家用遮水的语言来讲话，而且甚至爱去台仔顶用台语来演讲。这若毋是自细汉开始练，无法度伫台仔顶讲安尼规大篇。语言是安尼，伊不只是大家沟通的工具，甚至是文化传承非常非常重要的载具。人讲母语断，文化灭，这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用闽南语来唱客家山歌，也不可能用北京话来演布袋戏，这边也完全走进去。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实我们非常需要政府来推动更好的制度，甚至给大家更多的资源，来建立友善语言的环境，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重新从幼儿时期就能够回到母语的怀抱当中。在这样能够充分鼓励大家使用母语的环境下，其实我们的孩子将来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些语言是回到生活里，真正的能够讲下去。所以我自己现在有机会来到国会，我非常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够为我们的母语保存尽一份心力。我一定会推动更多的制度，也协助大家找更多的资源，让咱的囡仔真正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唱家己的歌，这是我家己上希望的代志。谢谢大家。